各位啡粉、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我係主持大啡哥。今日想同大家做一個超深度嘅專題分析。主角係一位年僅20歲，但已經經歷過娛樂圈高低起伏，依家正蓄勢待發嘅年輕歌手炎明熹 Gigi。如果今日我哋要探討嘅係一個關於新生代藝人自主權嘅案例，係一個關於喺行業變遷入邊年輕人點樣重掌自己命運嘅故事。其實一直以嚟，娛樂咖啡室都好關注樂壇嘅生態發展。如果大家想第一時間收到最新最詳盡嘅人物專題分析，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同撳下個鐘仔。我哋承諾會繼續為大家發掘更多新聞背後嘅深層意義。講翻 Gigi， 大家對佢嘅印象可能仲停留喺2021年《星夢傳奇》第一季嘅3料冠軍。當時佢憑住獨特嘅聲線同標誌性嘅齊音髮型，好快就成為樂壇嘅焦點。但係嚟到2025年嘅今日，站在我哋面前嘅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只識唱歌嘅小妹妹，而係一位自組公司獨當一面嘅女老闆。首先同大家重組一下成件事嘅時間線同背景。喺2024年4月開始，Gigi 嘅演藝事業進入咗一個外界形容為過渡期嘅階段。當時坊間有好多關於佢續約問題嘅傳聞，工作量亦明顯減少。對於一個正處於事業上升期、講求曝光率嘅偶像歌手嚟講，呢段長達年幾嘅空白期絕對係一個巨大嘅挑戰。但係正正係呢段時間考驗咗 Gigi 嘅心理質素，亦為佢之後嘅華麗轉身埋下伏筆。講到呢度，我哋必須要深入分析下 Gigi 成立個人工作室然後嘅含金量。喺9月尾 ，Gigi 正式宣布完約並成立新公司。大家要明白，喺香港嘅娛樂圈生態入邊，脫離大型電視台或者國際唱片公司嘅庇蔭，選擇個體戶形式經營係一條非常艱難嘅路。大公司有嘅係完善嘅宣傳網絡、人脈資源同製作團隊，而自己開公司意味住由揾歌、錄音、派台，去到接洽商演、處理合約，所有嘢都要親力親為，或者要自己組建團隊去處理。Gigi 將公司改名為然後，呢個名改得非常有哲學意味。佢唔係用一啲好霸氣或者好商業化嘅名，而係用咗一個連接詞，然後代表住承接，代表住過去嘅已經過去，而家係一個新嘅篇章。佢亦代表住無限嘅可能性。故事未完，精彩在後頭。呢個名反映出 Gigi 對自己嘅演藝生涯係有長遠目光嘅。佢唔係睇緊眼前嘅一時得失，而係睇緊未來嘅10年、20年。呢種眼界對於一個20歲嘅後生女嚟講係相當難得嘅。接落嚟，我哋要重點講下佢復出後嘅頭炮。音樂劇一束光高咩的記憶，點解 Gigi 會揀音樂劇做復出第一擊？呢個決定其實好有戰略智慧。佢選擇咗音樂劇，而且係一套關於光纖之父高娃教授嘅正劇。呢個選擇即刻拉高咗佢嘅藝術層次。演音樂劇同唱流行曲係兩回事。音樂劇要求演員喺舞台上要有極強嘅專注力，要兼顧演技、台詞同唱功，仲要同對手有交流，冇得靠後期收音，冇得 NG。Gigi 肯接呢個挑戰，證明佢想話俾市場知，我唔只係一個偶像，我係一個有實力嘅表演者。而且呢個劇目嘅題材比較嚴肅同有深度，講緊阿茲海默症，講緊科學家嘅貢獻。Gigi 能夠駕馭到呢類題材，無疑係幫自己洗走咗以往志氣嘅標籤，成功轉型做一個更有內涵嘅藝人。事實證明呢一步行得非常啱。音樂劇上演後 ，Gigi 嘅表現獲得咗業界高度評價，特別係97年港姐冠軍翁家瑞同佢丈夫加有正先生嘅高調讚賞，更加係為 Gigi 打咗一支強心針。係有正先生作為資深商界人士，佢話 Gigi 將來必定大紅大紫。呢句說話背後其實反映咗資本市場對 Gigi 嘅潛力係睇好嘅。要注意，樂山同 Gigi 本身冇直接利益關係，呢種嚟自第三方嘅肯定，往往比粉絲嘅吹捧更有公信力，亦更容易令普羅大眾信服。緊接住落嚟就係全城熱話嘅平安夜演唱會《風之旅 My Voyage Goes On Live》。我哋試下從商業角度去分析呢個演唱會。首先係場地亞洲國際博覽館8號館，亞博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型嘅演出場地，通常係國際巨星或者一線歌手先會去嗰度開 show。Gigi 首次個人大型演唱會就揀呢度，顯示出佢同佢團隊嘅野心同信心。其次係定價策略，1080蚊嘅最貴門票已經係同依家好多一線歌手嘅演唱會票價睇齊。呢個說明 Gigi 嘅團隊對佢嘅號召力非常有信心，相信佢嘅粉絲基礎即係 G 人粉有足夠嘅消費力去支持。事實上 Gigi 嘅粉絲一直以嚟都非常忠誠，喺佢過渡期嗰段時間，粉絲冇離棄佢，反而更加團結咁喺網上聲援呢種患難見真情嘅粉絲關係，係 Gigi 依家最大嘅資產。再講下演唱會嘅主題 My Voyage Goes On， 我嘅旅程繼續。呢個英文名改得好巧妙，佢呼應咗公司名然後，再次強調繼續前行嘅概念。Gigi 預告話會有大革新嘅歌單，大部分係以前未唱過嘅歌，呢一點對於觀眾嚟講係好大嘅吸引力。坦白講，如果入場只係聽翻以前比賽唱過嗰幾首歌，驚喜度肯定唔夠。依家佢講明會試新嘢，可能係新曲風，
可能係翻唱一啲大家意想不到嘅經典。呢種懸念感做得非常好，令人更加期待佢喺舞台上嘅蛻變。除咗工作上嘅部署，我哋亦唔可以忽略 Gigi 喺心態上嘅成長。喺最近嘅訪問入面 ，Gigi 展現出一種超越年齡嘅通透。佢形容自己嘅情緒好似一條直線，冇太大波瀾。面對過去一年嘅種種傳聞，佢冇選擇去澄清、去反擊或者去賣慘薄同情，而係選擇沉默，做好自己。佢話20年人只係發過2次大脾氣，呢種高 EQ 嘅表現係好多入行多年嘅藝人都未必做到嘅。佢對舊東家 TVB 嘅態度亦都非常值得稱讚。雖然圓約過程中有唔同嘅聲音，但 Gigi 始終口不出惡言，反而多次公開多謝公司嘅栽培，話會掛住以前嘅同事，甚至話將來唔介意再合作。呢種大方得體嘅表現，令佢贏得咗有家教、識大體嘅美譽。喺講求人際關係嘅娛樂圈留一線，日後好相見係至理名言。Gigi 顯然深明此道。呢一種成熟嘅處世態度，無疑為佢未來嘅路掃除咗好多潛在嘅阻力。仲有一點好重要，就係 Gigi 同 Afterclass 其他成員嘅關係。雖然依家大家分屬唔同公司，發展軌跡亦唔同，但 Gigi 強調大家私底下依然係好朋友。呢種情不變嘅態度令粉絲感到好欣慰。畢竟佢哋係一齊追夢出身，呢份戰友之情係好純粹嘅。Gigi 冇因為自己依家做咗老闆就疏遠舊朋友，反而更加珍惜呢份友誼。呢種重情義嘅性格，令佢嘅個人形象更加立體、更加討好。展望未來，2025年將會係 Gigi 事業發展嘅關鍵一年。演唱會只係一個開始，之後佢會點樣營運？然後呢間公司會推出咩類型嘅音樂作品？會唔會嘗試拍電影或者電視劇？呢啲都係大家非常關注嘅焦點。以佢依家嘅走勢，絕對有條件去嘗試更多元化嘅發展。例如佢喺音樂劇展現咗演技潛力，將來絕對有機會向影視方面進軍。而佢獨特嘅時尚觸覺，亦令佢受到唔少時尚品牌嘅青睞。而且 Gigi 嘅故事對於成個行業都有啟示作用。佢向大家證明咗新生代藝人係有能力去主導自己嘅事業。以前嘅模式係藝人聽公司話，依家可能慢慢轉變為藝人同團隊合作夥伴嘅關係。Gigi 嘅成功案例可能會鼓勵更多有才華嘅年輕人嘗試用更自主嘅方式去經營自己嘅演藝事業，令成個樂壇嘅生態更加百花齊放。總結嚟講，嚴明熙 Gigi 依家行緊嘅係一條無前人行過嘅路。佢既有偶像嘅人氣，又有實力派嘅底蘊，再加上依家有埋自主經營嘅自由度，天時地利人和似乎都喺佢嗰邊。當然前路肯定仲會有挑戰，做老闆要面對嘅壓力肯定比做純粹嘅歌手大得多。但我哋有理由相信，憑住 Gigi 嗰份堅韌嘅性格同對音樂嘅熱誠，佢一定可以克服困難，繼續發光發亮。各位飛粉，如果你都欣賞 Gigi 呢種積極正面、勇於突破嘅態度，或者中意我哋呢種深度嘅人物分析，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撳下個鐘仔，同埋留言分享你對 Gigi 未來發展嘅睇法。我哋會繼續緊貼 Gigi 嘅最新動態，特別係12月24號嘅演唱會，我哋一定會為大家帶嚟最詳盡嘅報導。支持香港樂壇，支持每一位用心追夢嘅年輕人。我係大飛哥，約定你下一集再見啦！